本人速看客家名录学院免疫的学院新闻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妃3月15號下晝出席2026客語當貼比賽頒獎典禮，老各界向下見證頭屆比賽精彩成果。比賽對3月14到15號在屏東縣嘉東國中舉行，本一般組同後生組總共上來全國84隊報名，有33隊進入決賽，超過400個選手上台比賽才藝，表現客家文化嘅創意同精神。顧主理致辭表示，感謝所有參加比賽嘅隊伍、評審團同各工作團隊嘅投入同支持。本體嘅客語當貼比賽順利舉行，也嘅參加比賽嘅作品題材多樣，從家庭故事、歷史文化到現代議題都有呈現，演出形式未結合戲劇、歌舞同多元舞台表現，呈現客語創作嘅豐富可能。未來會沙定透過多種形式嘅活動，本客語喺公共場所、老日常生活度繼續本人使用過傳承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免疫嘅客語就係調研。今本日嘅表演當精彩，5學威猛，下一拜章來了。